林点完师能够有机缘去度化自己亲族里面的一个家人，相信不只是亲族里面的家人，更跟随着前人辈们到处去开荒度化很多有缘的一个兄弟姐妹。那这一切都要感谢天恩师德，一切都要感谢天恩师德。那我们尊师重道，知道一代名师、天命名师所领受这样一个三朝普渡重责大任，那当然我们就要体师心、尊师训、孝师行、记师字、行师道、了师愿、亲师意。我们不只是了解体会，我们更要效法学习，将上天祖师、师尊、师母所领受这样一个三朝普渡的一个重责大任，在你我兄弟姐妹大家共同护持之下，将它能够道传万国九州，让有缘的兄弟姐妹都能够同沾这样一个天恩师德。那在天命名师最后这边，或许要和各位贤姐大德分享一段，就是有很多人一定会质疑我们的济公活佛到底有没有吃什么？有没有吃狗肉啊？有没有喝酒啊？因为我们吃一贯道的弟子们都吃素，我们又以济公活佛一位菩萨为师尊师呢，相信有很多不明就里的人会这样问我们：济公老师到底有吃啥？他不是啉酒、吃肉吗？各位贤姐大德怎么回人家？怎么回答人家？人家质疑我们的时候，我们怎么回答人家？怎么回答人家？无言以对。任何批评诽谤，我们要委屈自己，圆融十方，是这样吗？不是这样的我们看各位贤姐大德分享这一段讯文，这是在一训集集里面济公老师在民国70年代所批的一个讯文。鱼刺和出错也不止甚，吃的是方便斋素，方便斋荤素不清，以人保为原则，要求简便，荤也可素也可视为同宗。那像此般酒肉土，饥不择食，那圣人与凡人有何不同？在这边老师这边有一段影片和各位贤姐大德做分享，或许大家心里面就有一个答案，到底以后要怎么回人家？好先生啊！大师傅，大师傅。好香啊！真咸！这是你喝的酒，果然香。我倒一个啊。再喝一点，喝，不喝了。这是醋啊！还是吃醋啊？我吃啊。
还不趁机会去解解馋去啊？啊！大师傅，大师傅，我已经尝过了。哦，已经尝过了？什么时候？昨天你睡觉的时候，我就偷偷的。你呀，老夫的起来啊！你还算好，敢做敢当啊！味道怎么样？是萝卜。怎么是萝卜呢？我吃的就是萝卜嘛。你知道为什么是萝卜？因为啊，那兔儿吃的你的萝卜还给你了。怎么说？那酒你也尝了喽？味道怎么样啊？是醋。怎么是醋呢？酸的。真是妙不可言呐！真把姐姐你嘴里的有心气。大师傅，你吃的是兔肉还是萝卜呀？不知道。反正啊，讲什么它就是什么，讲什么就有什么。大师傅，那你喝的是酒还是醋啊？不知道啊，看看它到底是什么。尝辣的怎么是辣呢？你尝。咽下去，不要因为它苦就这么怕。现在怎么样？好点没有？好一点吧。再尝。甜的。不要因为甜就多尝，小心甜过了头。要知道，酸甜苦辣，人生百味，就在你心里有一个分别。大师傅，一个葫芦里边到底是什么呀？到底是什么？你看，还空了。又有了。以后自由，跟我走吧。济公老师这边他自己为自己澄清，他说有人为我做济公传，竟说我喝酒赐婚，如食狗肉等荤腥，由信谓说祭天具有家室，则更可爱。此俗本以讹传之而真是可笑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对济公伯伯老师喝酒吃肉这些印象从哪里来？从济公传里面来，从戏剧演出里面。那这些就是以讹传讹，一直流传到现在，积非成是，积非成是。济公老师自己说得很清楚，他说在他在世的时候，在宋朝那个时候，经过远霞长老的点化，就知道自己前世是紫衣罗汉来转世。在宋朝那个时候，国难当前的时候，是要来挽回气数，所以呢，抹长本相，炸酒扬狂，指点愚昧，挽化颓风。所以当世的人都称济公老师称什么？活佛、瓦婚，这个瓦婚，消这杯，笑风笑，一起装模作样。他在世的人都称济公老师为活佛。所以世间有没有喝酒吃肉的罗汉？没有。天上也没有喝酒吃肉的佛，也没有喝酒吃肉的佛。那这个印象，喝酒吃肉这个印象，是讹传，得传的一个结果，得传的一个结果。那大家既然称我为佛，当审此理以御史。
所以那个慈悲信念是佛皆具的，佛皆具的。所以我们在度化成全道亲，也是先以能够亲口如数当第一步，先以亲口如数当第一步。所以酒肉和尚这个意象，要从我们自己的心中把它给抹除掉，抹除掉。院长大人只是天恩师德报不完，无地自容愧斑斑。前人成全心田废，本身岁古表白前。一子之师宗北面，一世师生万万年。任你功高无边量，忘失性命难保全。所以我们自己的天命系统，我们自己要把握住，不要受到左右和动摇，就跳出去，或者是跟着别人走了。我们自己的一个天命系统，我们自己要遵循。那时间上的关系，后续就和各位贤大德结缘分享到这边，谢谢大家。大家